63章。第4粒行星是生理人的星球，这个人足无用的。小王子到位的时，一连头都无举起来一个。五仔，小王子对伊讲：“你的分发去哦。3加2等于5，5加7等于12，12加3是15。五仔，15加7是22，22加6 28。我无用通点分啊。26加5 31。拢总是5亿162万2731。啊，5亿个啥物？啊？你还阁会晓？5亿过100万呢？我嘛毋知啦，我舌头诚济啦。我这个人吼足认真的，我才无要插遐有诶无诶。2加5是7。啊，5亿100万个啥物？小王子搁再问一解，伊这世人问题既若出喙，就一定袂来放弃。生理人甲头举起来，我住咧这粒行星已经有54年啊，敢若去互人搅了着3摆。头一摆是22年前，互一只谁知是为倒位落落来的金龟仔搅吵着，伊喊一声足大声，害我算加法的时算毋着4位。第二摆是11年前，去拄着风湿的病，我欠运动，无用4个去散步。我这人足认真的。第3摆就是这摆，我头拄好讲5亿100万的100万的啥货？生理人知影伊无望通甲清幽啊。100万粒迄款咱有时阵会伫天顶看到的幼砂啊。好神哦！毋是啦，迄款细一个幼砂啊。芳哦。毋是啦，迄款金色的会互变大人含面的幼砂啊。毋过我这人吼足认真的，我则无时间含面。天星哦。对啦，遐个星。 5亿万的星，你是要创啥5亿1622731，我这人足认真的，我足斟酌的。这个星，你要创啥？我要创啥？无毋对，无要创啥？这个天星拢是我的。天星是你的？无毋对。毋过我看过一个国王。哎呀，国王无物啦，伊是管理尔，这完全无共款。你占有这个星有啥物路用？互我真做足好个啊！足好个，有啥物路用？会使买足侪粒星的，若是有人去发现着新的星。这个人的嘴里有小可像迄个酒鬼。小王子心内安尼想，这时阵，伊阁继续问问题：咱安怎会当占有天顶的星？遐是啥物人的？生理人真歹性地来甲应。我知，应该毋是啥物人的。所以是我的啊，因为我上早想着。敢安呢？当然是安尼啊！你若找着一粒旋石无人的，迄就是你的；你若找着一粒岛无人的，迄就是你的。你若上早有一个想法，你会使申请专利，这个想法是我的。我有这个星，因为伫我进前，无人想过要甲这个星占起来。安尼讲无毋对。小王子讲：你要甲这个星摕来创啥？我会甲管理，我会甲计算，算了搁再算。生理人讲：这真歹做，毋过我这个人吼，介认真。小王子也未感觉满意。若阵我有一条围巾，就会使甲破咧红马棍来摕走；若阵我有一蕊花，嘛会使甲压落来摕走。毋过你也袂当甲遐个星摕落来。我摕袂走，毋过会使甲寄伫银行啊。这是啥物意思？意思是讲，我会使伫纸条啊顶悬记我有几粒星，安尼我就会使甲即张纸锁伫咧拖仔内底。就安尼哦。安尼就有够啊！真好耍。
小王子想讲，敢若真有诗意，毋过敢若毋是真正经诶代志。小王子对认真诶代志诶想法，甲大人所想诶真无相。我有一蕊花，会逐工甲压水；我有3座火山，会逐礼拜甲摒扫。我连迄座死火山嘛顺续摒扫。即款代志袂按算诶。摒扫对火山有帮助，压水对花嘛有帮助，所以我占有遮诶物件。毋过你对遐个星无路用。生理人嘴仔开开，毋过毋知爱安怎甲应。小王子就来走啊。大人实在真正有够奇怪。伊继续旅行诶时，家己心内安尼想。